企喺賽場嘅中央，聽住全場嘅掌聲，我先明白跌倒後重新企起身嘅經歷，同嗰啲鼓勵我嘅人，先係我最珍貴嘅財富。2023年空手道亞洲區總冠軍係曾心瑜。以後我要繼續着住呢件道袍，企喺更多國際賽場上，為香港、為自己爭光。白血病嘅治療時間咧，因為個人嘅體質唔同啦，亦都有差別嘅。治療嘅時間可以由幾個月去到幾年嘅時間不等。治療嘅效果咧，取決於病嘅嚴重程度啦、治療嘅方法同埋病患者嘅配合程度。即使治療有效啦，有部分嘅患者亦都有復發嘅機會，所以需要長期接受治療同埋護理嘅。